關於今比無新增加武漢肺炎確診，連續5日無新增加確診病例，另外連續44日都無本土病例出現。接下來就會考慮愛同按照防疫規範來並用。行政院早前開嘅武漢肺炎疫情核定嘅過後，各項防疫措施嘅基金會議。行政院長蘇貞昌今比講，係講台灣和6月初7日以前做得維持本土無確診。到時節就會擴大開放關於民眾恢復正常嘅生活，按算會用邊境風險管限人條條位關於並用嘅原則。政府宣布昨夜咪解禁，按算下個禮拜日6月初1日愛實施。解禁過後，生產昨夜咪嘅廠商做嚟外銷，咪做嚟托關內賣。全世界當地嘅前友好有當地嘅治療藥物。其中奎寧藥物係較保美國總統川普緊隨通，不過世界衛生組織講考慮到安全，已經停止強氯奎寧係個氯奎寧嘅臨床試驗。各國陸續都有望強用長途嘅解封。世界衛生組織25日警告，係講並用到太假，更怕會有另外100嘅疫情。喺研究發現藥物奎寧更怕會增加死亡風險，故作宣布暫停臨床試驗。